大家好，今日个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下主条大家要多摸水么？也是只披上一杯茶，也系咖啡，就够有精神咯。假使讲有一块鸡卵糕，也系某个甜点，嘅心情就100分的哦。谈讲喺高雄有一个后生点心师傅，佢用甜点同文学喺家乡创业。今日呢，我哋真欢喜邀请到日式神法嘅龚祖宏龚老师来到现场，我哋接来邀请佢分享佢创业嘅故事同好吃的甜点咯。欢迎祖宏。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六龟的甜点师傅江祖宏，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节目当中。祖宏，欢迎来到现场。不过我要请教你下，係唔係你万世時節都親好食甜點，嗰時候你自家來先做甜點師傅咧？我自己其实很喜欢吃甜点，然后我也会做甜点。那其实一开始其实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家里是开那个杂货店的，杂货店咩？对，所以都会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小点心嘛。那我从小学就开始发现自己喜欢做蛋糕，好，原因是因为我过生日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大人都会买生日蛋糕庆祝嘛，所以我很喜欢那种庆祝的感觉。那我就开始自己去摸索怎么做海绵蛋糕啊，然后不过家里没有烤箱，那怎么办？就用大同电锅蒸。那做出来的这蛋糕就会请爸爸的一些朋友啊来泡茶的啊，就一起吃。那算是我一开始做甜点的一个启蒙啦。最头下的時節，有個誘因係講萬世先好食，有商業的時節，大家會買個雞卵糕，嗰種自家想要來做分享俾大家，就按呢，讓開始同點心的個關係結合在一起，懂冇？按你祖宏，自家會做嘛？你最好吃的甜點係乜嘅呢？最好吃的最喜歡吃的甜點哦，其實蠻難的。我蠻喜歡那種比較傳統的，比如說太陽餅啊，然後那種漢餅、大餅那類的，因為我覺得那個跟傳統的，然後還有像是日式的和果子也不錯，然後因為它的那個裡面有很多紅豆泥。我還蠻喜歡吃紅豆的，挺好吃紅豆。對，紅豆方面的那個點心我都蠻喜歡的。然後法式的相對沒有那麼喜歡，不過有一些也不錯啦，像是什麼馬卡龍啊，然後可麗露啊這種小點心我也還蠻喜歡的。如講啦，細方下嘅點心，如親家己都做嘅，係啊。不過祖宏，按你來講，萬世都親好做甜點，親好食甜點嘛。按你，讀書的時節，讀嘅也係做相關的科系嗎？我國中畢業後就來高雄念那個高中嘛，然後高中念的就是餐飲課。因為我小時候其實我小時候成績不好，我國中的時候其實我們那個時候還有考高中啦，對，現在可能沒有這件事情了哦。然後那時候沒有考上省立的，也沒有考上任何公立的那個高中嘛，然後就不得已去念高職。那念高職就要決定自己想要念什麼科系，然後我就跟我爸媽講說我想要念餐飲，因為我喜歡做料理，我喜歡甜點這樣子，所以就從高中時候開始念餐飲，接觸了烘焙啊、中餐、西餐，然後就開始在飯店打工，然後大學的時候就在餐廳工作這樣子，所以就慢慢的累積對餐飲方面的這個知識跟技術這樣子。你讀書後也嘅餐飲相關的嘛？你出來第一份工作應該係做餐飲相關的吧？算是，因為我聽講你喺讀書的時間，我喺畢業之前有做過相關某種的工作咯。兼職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大學的時候啦，有去擔任過那個雜誌的那個模特 model 可以。沒有，那個是年輕的時候的事情。對，然後那時候因為剛好就經紀公司那邊有安排一個試鏡，是去比一個歌唱比賽。當時還蠻有名的，叫超級星光大道。係啊，嗰時嘅天鳳咧，有去參加過。對，已經10年前的事情了。哇，有去參加嘅比賽，嗰時節有得到名嗎？那時候我們是從比如萬人海選，選，然後選得剩100個人，就才可以進棚去錄影。係啊，就青島人做嘅選嘛。
然后后来一关一关慢慢淘汰。我那时候好像还有进到20强左右。哦，这样子，哇，你看又被冲过，上来又安演到，又会做甜点，哇，你是那个所有女性梦想中的对象，就是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努力去把它完成这样子。按你今年来讲，之前做嘅演艺工作，算后来算顺利嘛？你做嘛嘅还不会冇继续嘅呢？我那时候比完赛，其实有一个经纪公司，他是想要找拍戏的，然后那时候有跟我接触，问我有没有兴趣去演戏，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因为同时大学毕业嘛，考上研究所，那时候我念在台南的研究所，那就在犹豫说是不是要继续，那没有继续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比赛过程中啦，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跟你自己喜欢的，我的初衷就是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唱歌，可能跟音乐跟唱歌没有这么有关系的事情，那相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兴趣，那还有很多像要等待的时间，然后有很多事情你觉得自己比较难做主，那我就后来就觉得我好像不是那么适合这个工作，我就去念研究所。然后就从研究所里面也学到了一点那个比较品牌方面的事情，那才开始自己创业，自己开工作室这样子，所以蛮庆幸自己选的是另外一条路啦。哦，原来安尼，那想讲奇怪，做安顺系那会会想讲来做规来做甜点安尼，安尼规来创业的时间啦，因为也个环境来讲，安尼拢伫创业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嘛，安尼你睇创业的时间，你家人有讲嘛个吗？最早，因为我们家是公教家庭，然后他们其实是希望我考公职方面。那不过我自己因为知道我自己不是读书的料，所以我就跟他们沟通说，我想要做料理，我想要做甜点这一块。那后来去学了之后，就开始开工作室。那他们这3-4年也看到我的努力，所以也现在由原本比较保守态度，也都转变成很支持，然后也都会帮我分享说，什么朋友，然后来订我们家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自己努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就能够做得比较长久这样子。基本上，卢卡你爸爸妈妈啦也亲支持你做一个事情，因为你自个有兴趣也做出了一点成绩了。哦，原来安尼，不过最后，创业的时间，係你自个一个人吗？也係有请朋友来听书呢？最早我是在算是摆摊，我算是一个人自己工作室，然后就做多少甜点就去摆摊。那我其实有一台很特别的3轮车，有看到脚踏车嘛？对，然后它其实是现在在市面上很常见的那种3轮车，车厢在前面那种的。不过我算是蛮早就有买了那台3轮车，那时候还是特别从那个欧洲那边空运海运来台对，然后就一起那台3轮车，然后摆摊，然后卖甜点，然后当时是一个人自己，然后慢慢的因为可能订单也接的比较多，然后也开始在跟一些咖啡厅有配合，就要配送啊、出货这一些，所以就开始请了助手来帮忙这样子。还有不会是一个量够大的，就请朋友来听书，安尼。安尼喺也哈算开店的吗？现在是开店的，2年前就是从工作室变成开了一家甜点的店面这样子。总统可以讲一下，你之前摆摊的时间，骑个脚踏车有发生过吗？个神奇的事情吗？其实那台脚踏车真的蛮特殊的。然后有时候骑在路上啊，就会有那种骑那种2轮的阿伯就会一直看你，然后他就问你说，你这台是哪里来的？然后多少钱这样子？他就会跟你聊天，然后还有时候是那种自行车队的，会停在旁边，然后他们就会默默在那边偷偷拍，就研究说，这是碟刹还是？因为我那个其实算是可以是碟刹可以锁的，那种比较特别的一种台湾没有的那种，有设计过的各种，对，设计过的车种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其实是骑脚踏车摆摊嘛，所以再远我都要去。比如说我最早是在博二那边，其实从这边骑到博二可能要骑至少要是30-40分钟，然后有时候天气又很热，我们要赶那个中午的市集的时候就会满身大汗，那边其实全身都是汗，然后又接着要马上卖这样，然后最远的地方其实骑过去屏东过，骑到屏东哦，屏东那呀？屏东的那个有一个地方叫做
胜利新村吗？哦，对，那边有一些文青，有给一个聚落，然后他当初也有找我去那边就是摆摊。那我最早摆摊的地方其实就在那个边，所以那时候一个过年的市集，他就找我过去嘛。那我就从这边起，慢慢骑到屏东，大概骑了3个小时左右。哇，按你骑那个脚踏车，人家讲要个练的要落胎吗？比较没有，不过轮胎会，轮胎比较会爆胎，因为有时候我们车厢里面会装很多甜点，那个气罐太饱，它就会比较容易爆胎。然后不过爆胎的话就赶快打电话，这时候助手就很重要，赶快打电话求救这样子。对。然后车子的话，平常的时候是都有在保养啦，所以其实我觉得，算是我创业的一个很好的好帮手这样子，好伙伴。安尼唐凤也是在真辛苦呢，骑个脚踏车去摆摊。不过朱凤，安尼个台湾的甜点也较深度嘛，错无？不过这个感觉，台湾的甜点、台湾的甜点有冇个特色？同这个上海做的甜点有冇个差别吗？台湾的甜点其实大部分是从汉饼去衍生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常吃的那种类似蛋黄酥啊，或者是这种绿豆椪啊、太阳饼啊。好，不过台湾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一些糕啊、粿啊，这个虽然大家认知中可能不会是甜点，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它也是甜点，因为像什么安菇粿，它也是甜的嘛。然后还有像一些里面一些可以包一些甜的豆沙方面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的特色其实是还蛮明显的。那跟日本的或是跟欧洲地区的甜点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像法式的东西可能比较讲究的是比较脆的酥脆的口感，那日式的话就是比较软一点，比较那种也比较偏甜一点点。那我觉得台湾的甜点其实大部分人都比较不会吃那么甜，然后会比较喜欢有在地的一些那个水果，或者是一些比较豆泥的东西加进来，所以我觉得就会因为每个地方不一样的食材，不一样的大家吃的习惯，让这个甜点有不一样的样子，这样子。观众朋友，谈到鸦片，係咪感覺挺神奇呢？可以做自家己做的事情，也可以對個性專做甜點師傅。安尼精彩的故事，等一下見到哦。休息一下，我哋馬上過來。前面談嘅朱鳳用嘅來創業，更加還有乜嘅故事呢？也能繼續請佢來分享咯。朱鳳，條到我想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講，更加有自家嘅店面嘛，個店面名嘅叫做日式神發日食生活，你可以講一下一個店名嘅有乜嘅意思嗎？日食生活其實是我第一個學的甜點，所延伸出來的名字啦。那日食呢，其實就是我第一個學的甜點叫做太陽餅。然後太陽其實你吃一口太陽，就是產生一個大自然那個日食的現象。都可以講嘛。對，然後我們高雄南部又日照又很多嘛，然後天氣又很熱，所以才會延伸出，你吃一口太陽餅就可以分享這個高雄的溫暖的那個陽光的感覺。然後生活是後來開店之後才又加了生活這兩個字，因為我們的店裡面其實除了賣甜點之外，我們也有一些課程，然後我們也有一些講座，讓大家可以在生活當中去品味高雄的飲食，然後去品嘗這個甜點這樣子。你將把同一個高雄嘅溫暖嘅感受用神發嘅方式分享給大家，所以就是一個日式神發嘅名嘅由來所嘅。安尼唔帶來按道嘅甜點，其實我已經都唔到嘅。條到唔講嘅太陽餅係哪一個？我們可以顯示一下，從看下先。這個是我們今天的那個太陽餅，然後其實它是從中部的那個太陽餅去延伸出來的。那中部太陽餅跟我們高雄太陽餅其實不太一樣。高雄太陽餅其實會多加了一個奶香的味道，而且你有看到它的表面其實是比較金黃色的，因為上面有塗一層那個蛋液。好，所以跟中部的不一樣，中部太陽餅就是整個幾乎是全白的嘛，那裡面也都是沒有奶香的味道。那我剛剛其實有聊到關於法國的馬卡龍，其實我有從這個去延伸出來，我希望把我們台灣的這個糕餅也可以做得像馬卡龍一樣那麼時尚，就是我把它的尺寸也做比較小，比較精緻一點，然後也有一些不一樣的口味。那另外就是它的
一口吃下去，其实你不会觉得很有负担，所以年轻的朋友可能也会喜欢这样子的比较新款的这个台式的小点心这样子。我按那个4款那新给米西用，可以吃看看吗？好。故说按那个讲，好还是叫做太阳饼吗？也还讲。我把它改名叫做小阳饼，因为它比较小颗。细粒的太阳饼，我知嘅。哦，哇，观众朋友有看到冇？按细的太阳饼。底部呢？底部是包嘛个呀？里面有麦芽，然后有奶粉，然后还有像是面粉，然后还有一些机密的东西。哦，机密哦，人哋上嗰那些米线用的。不会清甜呢，不会很甜呢。我说你给糖有在减少吗？其实我们有减糖之外，我们的糖也用的比较好一点，你不会觉得是很甜腻的感觉。那另外其实就是那个比例的调配啦，跟传统做太阳饼的食材其实差不多，只是你在调配上，比如说水分啊，或者是糖的选择，就会影响你整个口感这样子。按你的糖是用啥糖啊？也是用哪个糖？这个糖的话，我们就是用比较细的糖，然后用比较好的糖这样子。那你讲好了，还有吗？可以来重看那些呢？还有比较像是那个甜塔类的啊，因为我们的吗？对，一个是柠檬柚香塔，然后另外一个是焦糖苹果塔。那因为我们的甜点都会希望可以结合一些在地的小农的食材，然后去帮他们做一个宣传这样子。亚个黑马个，这个是什么的？这个是柠檬，然后里面有一点点柚子的味道。柠檬同柚诶。健康嘅人都嚟上看下先，也可以有柠檬有柚的米西，做大黑马嘅米西咯。也可以吃吗？是吧？那个不能吃了，那个是我们的那个小插牌。我觉得冲其他用巧克力做的哟。对。也可以有切好诶。哇，底部係用带下係用柚的酱吗？柚子酱。里面有柚子酱，然后还有那个。柠檬的煮的一个柠檬膏在上面，我们的柠檬是用屏东的柠檬，屏东种了很多很好的柠檬，这样。清爽。不过有个酸梅清爽，但是其实是有一点，你是还这一条有酸的米西清爽，不过还不会直接都甜都出来。这个款很受女孩子喜欢，因为很多女生她喜欢吃甜点，又怕太甜，她就想要吃一些比较清爽、夏天的，然后比较甜中带酸的口感。然后我们的那个塔皮其实也蛮酥脆的，所以其实女孩子蛮喜欢。观众朋友，真是也个唔会清甜呢，有柠檬的香气，还有个柚的香气，先生他捏甜的是呢，还有条都讲的也个係乜嘅呀？这个是。苹果口味的另口味系。中庸嘛，这个不能吃，它也是可以，周围的可以不能吃的好吗？就全部都一口就可以。因为很多网美想拍照嘛，我们就会放给小做一个可以吃的，这样多好，对不对？拍照完就把它吃掉。好，当狗要可以吃苹果酱吗？对，上面有我们自己去用煮的焦糖苹果，把那个苹果切碎之后去让它焦糖化，所以它是有一点点的焦糖味，然后是自然的焦糖，不是用那种合成的。真是的，有跟以前可能炒个桶有没有？是把焦掉的那个味道，但是很香。对，中庸唔会清甜呢，不会很甜。有个另个。哪来呀？也是我们台湾的苹果用采体个食材都做过。这些食材你能形容为什么呀？食材的部分，我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本身都会四处跑来跑去，然后比如说去拜访一些小农啊，然后去跟他们问说最近有什么食材，然后我就可以拿回来开始去研发。所以其实是跟着季节走，跟着小农的食材去走的一个研发的风格这样子。那像屏东，像我们南部其实有很多食材，像屏东就有红豆嘛，然后还有像柠檬嘛，然后甚至屏东也有
玫瑰，这个对有机的玫瑰也有。然后像高雄也很多嘛，高雄也有像是燕草就有芭乐，然后我的故乡六龟就有芒果、山茶、胡椒这一些，其实有很多用不完的食材，所以我都会试着去走遍各个南部的乡镇，然后去找这些食材，然后跟小农们合作这样子。为了做也条田这唔系去做田野调查都做嘅。对，要做。哇，你做一个调查的时间，有同小农交流嘛？你底杯有发生过嘛个神奇的故事吗？小农这边，因为我们其实刚开始跟大家接触的时候，他们都会想说，我们东西很少啦，然后我们东西的那个卖相也不好啦，因为基本上都会是比较那种自然的管理方式的农产品这样子。那我就说，就是因为没有说像市面上那么的大、那么的漂亮，我们才想说可以来做推广，然后来做分享这样子，分享这个概念。然后比较特别的有一次是，我去六龟。再进去藤枝那边有一个2集团，宝山那边，其实那一区有很多的台湾原生山茶，那这些山茶其实它品质很好，它不是像那种种在一边那种盆地那种的，就是丘陵地那种的矮的茶树，它茶树是很高很高那种的，抬头的这种很高，对。然后我那次看到我说。这是茶树吗？他说这是茶树啊。我说怎么会那么高这样？没看过兄，没看过。然后我就被他笑说：你不是厨师吗？你怎么会连茶树长怎样都不知道这样？你最后除了头头是那个使用饼还有个塔也个黑马个这是饼干。刚刚聊到的那个山茶，我们就有把它用到一些饼干里面。我们就会把那个山茶的茶叶磨成粉，然后放到饼干里面一起去制作。你搞的是哪一块呀？可以试试看，这个是泡出来的吗？对，有茶香的。然后另外还有像是抹茶的，抹茶我们就是用日本的进口的京都的抹茶，然后还有像是静冈那边也有产一些抹茶，所以我们都会选择不一样产地的抹茶来调配。然后还有像巧克力口味的各式的饼干，我们都有在制作这样子。要给如果山茶给饼的，里边有茶还有嘛个吗？里面其实就是饼干的原本的那个的香味啦，像是奶油啊、面粉啊，有些杏仁粉这样子的味道在里面。观众朋友，ที่เขา是下去迄饼的嗰种奶香味同面粉的米丝，会不会就有茶的米丝的呢？真的有给山茶的米丝呢？按这个饼来讲，你们饼干也是做减糖吗？饼干的甜度应该也不会太甜。对。然后我们会做减糖的一个目的是因为像国外他们吃甜点通常都是搭配无糖饮料，可是我们台湾吃甜点通常会搭配比较有糖的，所以你的甜度就要再降更低。那我们饼干方面也是尽量把糖都降到很低，让客人的接受度会比较高。这样。嗰种你的甜点是烘其实算健康的甜点，有时候健康不敢说，不过至少比较不会有负担。对身体的负担冇很重，有时候。另外两个饼的係嘛个样？这个是巧克力的，它是做的比较偏比较美式的口感，它比较松，然后比较脆的感觉。另外呢？另外一个是抹茶的，抹茶雪球。安尼高不好吃，抹茶这个是特别的，是它会入口即化。入口即化，你吃下去你就发现它就会化掉。安尼，入口即化，吃看来先。真的呢，观众朋友应该下去用到最底部有冇？马上都抹下来，用下来。这个怎么做的？好厉害！因为它是在做饼干的过程中，它尽可能不要让太多空气跑到面团里面，然后它就会就是不要把它打发，它就会比较可以呈现出那种比较入口即化的口感这样子。然后另外蛋的比例那些其实也都有调整，像这一款几乎是没有放鸡蛋的。安尼唔好跟给乱的人或者是一个或者是对鸡蛋有过敏的。我们其实也有推出一些甜点是
没有含面粉的，我们是做无麸质的甜点，这样子对于一些麸质过敏的朋友，他就比较能够吃这一类的甜点，我们就用米谷粉啊，或者是用米粉去取代面粉这样子，够健康的食材做的，也比较低热量一点。哇，观众朋友，像古眼这个是糖豆那边，还没感觉一条东西真好吃呢。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继续就介绍其他的甜点哦。上一套我哋说的几项轻健康、生活来无按有负担的甜点。不过呢，我听讲朱红今日还有一项轻厉害的甜点哦，继续来请教朱红咯。朱红，你下面还有一个轻受到网美欢迎的甜点，下面有一项轻厉害的。网美系甜点嘛，网美可能这个可能会跟我以前曾经做过一些我们讲文学方面结合的文学甜点有关啦。那这个文学甜点其实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是在书店的楼上做甜点师嘛，所以我就讲说，把文学跟把甜点结合在一起这样子，那结果我就蛮受到这种网美的喜爱的。你那个甜点有带到现场来吗？我今天带的是另外的2款，是新款，然后它其实是结合我们高雄的在地的地景。我称呼它叫做地景甜点。然后因为我们高雄在古早时候有一个叫打狗八景的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所以我就取了其中的2个区域来做2款新的甜点这样子。你一边来是一边听来讲故事咯，好不好？如果现顺序会要给吗？先从我们那个黄色的那个要给黄色的，对，要给黑马个甜点呢？它叫做那个林州秦兰。林就是那个林雅区的林，这个甜点是代表是林雅区。然后那个林呢，这个字其实在以前的意思其实是渔网的意思，就是以前林雅区靠海嘛，所以有很多人在晒渔网。然后晴就是晴天，蓝就是那个山蓝。然后以前林雅区也有一大片农田，所以就会有，你就想象那个画面是有人在晒渔网，然后农田有很多的稻米啊正在丰收当中，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比较像是有点像是太阳的感觉，因为我们需要日照，农作才可以收成嘛。然后我又选了一些比较属于我们南国的或者是比较南方意象的水果，像是芒果啊，还有难怪你看那个颜色黄色的，可以做其他代言人。对，其实跟你衣服也很搭。然后还有百香果的味道，所以可以尝尝看。哇，观众朋友，你看，等一下，讲的甜点，用潘德森哦，不过味道太假，我吃过那些其他米西用的。之后，你加如果是那个尝过那其他米西好吗？最当个那个拍摄的很蛮个呀。但是那个优格。就是希腊优格，然后它其实甜度其实不高，所以你吃起来你会觉得它有带点酸味的感觉。就是优格这种甜甜酸酸的米西。然后中间有一层是那个有点肉桂味的，这个是一个那个 Subway 的酥饼。中间那个咖喱的。因为你整个甜点它其实是比较偏软的，所以我们中间有加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口感，增加它的层次感。讲起咧，可有口感，可脆一些。你那个黄色的是嘛个呀？黄色的就是一个那个芒果跟那个百香果的这个风味的一个。巧克力的里面这样子，我看到里边有，对，暗藏玄机在里面。大家看一下，大家有看到过，中间有夹芒果嘛，百香果同芒果的酱有看到冇？生烘了真有米西呢，哇，甜甜的米西，感觉出题，捏甜的时间是水果的感觉，哇，真是唔会差，好吃。谢谢。继续，因为它是。刚刚提到芒果跟那个百香果嘛，就是很南国的食材啦，所以是希望说可以带出那种高雄的阳光跟高雄的这个食材非常丰盛。然后我们的这个百香果也是用我们在地的陈家庄的百香果，所以都是尽可能用我们在地的小农的食材。你也个等一下继续同你说下来，等一下看。今年呢，我们第2个是什么？第2个呢是来到第2个景色，叫做江港龟饭。江港就是在讲
港口的，对，港口的那个高雄港的以前的景致啦。然后所以我把它做的造型有没有比较像一艘船的感觉？然后里面也是机关重重，你可以试试看，我再跟你解说里面的内馅。那等下我们先看那东西，我们先问一下，蛋糕迄嘛个金箔吗？金箔，然后还有那个巧克力酱在上面，巧克力鲜奶油。哇，很高级呢。所以这是王美喜欢的。真是的，观众朋友按奖哎，必须将来可以吃哦。好嘞，那就尝尝看蛋糕的嘛。要给铺分。馥甜，苦甜巧克力。对，它味道会比较没有那么甜腻。重点哦，中间也是跟我们那个芒果这一款的那个一样，是一个肉桂的一个酥饼。给它饼哎，就超贵。那带下呢？底下这个底下呢，我们切开之后，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啦。好，然后其实这就跟我当初在设计这一款的一个背景有关。其实大家知道高雄港有很多食材从那边进口或出口嘛，早期像是香蕉、蔗糖，然后还有很多我们台湾的食材都会出口到那边。它同时也是国外进来这边的第一站，就比如说西式的蛋糕、日式的和果子、吃茶店也是都在高雄港这边。所以我就想要设计一款，它本身是有点日式的，有点洋化的，然后另外还有比较有台湾味的东西，所以里面有麻糬，有日式的麻糬在里面。好，然后另外还有巧克力，巧克力就是从西洋过来的嘛。然后另外我们台湾的话就是用茶叶，所以里面有一点点的茶香味。然后还有覆盆子的味道在里面。有是都青豆中的口味。哇，观众朋友看，但像青酱哦，底部米丝也真丰富哦。不过果好是甜的，应该果好压嘅，因为佢果甜的是比条条嘅芒果果甜哦。真的这个比较甜一点，不过它的味道层次上更加的丰富哎。对，它比较有一个一层一层的感觉。哇，实在果好吃。不过呢，一下是两个可能都是吃唔到按的。喝点茶。系啊，试一试茶。除了按呢，其实底下讲嘅种都为什么我会想到加泡一个文学同地景的部分呢？你这个本上就有出一本书嘛，可以讲一下人家为什么会出一本书？什么个书啊？我的书叫做那个土文青洋果子，然后这本书其实是在讲我自己。刚刚其实我们有聊到很多关于为什么我会走上这一条路，然后自己开始创业。那出完这本书之后，就开始又继续写第二本，是在写高雄的食材。就像我们找了很多的小农，写了很多小农的故事，收集很多家传食谱。那我就把它整理成一本属于高雄食材的这样子的一本书。那也都会也相对就从文学转换到比较偏在地的地景方面的东西的内容这样子，所以才会从文学甜点转换成变地景的甜点，都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在品尝甜点的同时，他可能可以接触到不一样的资讯。比如说，我可能吃完这个甜点之后，我会想要去读这本书，或者是我吃完这个甜点之后，我会想要去认识哪一个小农，我想要去什么地方走一走。那我希望甜点可以有这样子的魅力啦。嗰种写嘅本书就等于讲，你自家嘅故事从头到前面讲嘅创业嘅过程，拢写喺底部一啲甜点。文化同樣嘅地景，希望講本更多年是講高雄，也係講自家文化嘅部分，錯冇？對。哇，除了做甜點，談講唔喺家鄉，有幾個片也有做冇同樣嘅事情。做一啲乜嘅野餐在地化嘛。你可以講一下有個概念係乜嘅冇？其實這個野餐在地化是曾經跟一個算是雜誌合作，然後去辦了一個野餐日這樣子。那後來就想說，這個野餐如果說我們可以在我自己的故鄉去辦，我覺得也不錯，讓它是變在地化的東西。那怎麼樣在地化呢？就是我們結合六龜這地方的自然素材，金木水火土。比如說我們用水，我們去做植物染，教小朋友做植物染，然後去紡織。然後火的話，我們就是煮東西用火嘛，所以我們就是做一些食材的料理烘焙課。然後土的話呢，我們是上陶土課、陶藝課，教他們做一個小陶杯。然後另外還有像木的話是做木作課，所以教他們做野餐提籃。好，所以我們可以從裝這個
饮料的这个杯子开始，一直到食物，一直到野餐提篮，一直到那个布巾啊，野餐垫都是由我们自己小朋友自己做的。那我是跟六龟当地的小学合作，然后再找我们高雄的身边的朋友一起去带小朋友用自然素材去开课，那让他们一起去野餐这样子。我所讲，也个野餐在地化的想法，都会把它做成一系列的课程，请跟学校的来向我合作。啊，帮学生来做一道成品，对于开始食的毕业啦，食的东西用的毕业，布的给了全部拢自家做。一个用意系嘛个呀？就是希望可以让小朋友透过这个过程去挖掘自己的兴趣，然后去认识自己的家乡。因为会这样讲，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六龟长大的嘛。那我们当然高中就出来外面了。那可是当你朋友在问你是哪边人的时候，你会不好意思说我是六龟人。以前的时候，那为什么呢？就可能对自己的家乡不够认识，可能会觉得好像在都市好像比较先进，所以自己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这样。那所以就因为自己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我会希望生活在六龟的小朋友可以早一点认识自己的家乡，然后他有一天出来市区的时候，他可以很有信心的跟大家说，我是六龟人，六龟有什么样的很好的食材，然后有什么样的文化。那我觉得其实不只是六龟，很多偏乡或者是很多南部的这边的乡镇，其实我相信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好像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哪边来的。这个上卡一年，我刚讲拍摄安尼。对，所以就是希望小朋友在这个过程中，不见得一定要教会他们什么，而是让他们自己挖掘兴趣，认识自己的家乡这样子。原来是安尼。观众朋友，今晡日谈到鸦片，迄边讲过主风景的清理分呢，这个咧后生人归来家乡，用甜点同文学来创业，来介绍这个家乡，伴大家来知，去大家来认识。有本身人呢，有按多的课程可以学习，实在不爱请感动呢。今晡日请分享，也请感谢主风来到现场分享安精彩的故事，带来安好吃的甜点，多谢你哦。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来到我们高雄市苓雅区的日式生活，来找我的甜点跟我的相关的新的创作。谢谢大家。观众朋友，是的安多甜点，今日我们田顿老师来做一通手法一下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哟。我是永欣，今日我带到大家来做一个全身的一个运动哦，哈，我们全身呢，好充满能量哦，好，来按来两只脚来打开来，同个杆条同样看，好，手慢慢的伸上去。慢慢的顶个照片，滑过去，好，做停留，好，数过来，数下来，再出去，2，数3、7，6、7、8，好，归在中间，好，更加低的右边，好，作为的伸展的动作，好，请用手打车，慢的慢慢哦，手打车，好，数下来，1、2、3、4、5、6、7、8，好，慢慢的归中间，数下来，好，跟条老杨看的1，好，手掌。太手臂，好，再摆杆条，手掌，太手臂，好，
安尼慢慢的从个脚再打开一些，好，成一个三角形的，好，变一个三角形的，好，按个数慢慢的吸气，调气的时间，慢慢的倒下来。可以嘅，再瞄到天奶，用个天奶下，好做停留哦。好，我按住看个数，好个数讲有人睇上面绑一条线绑。好，可以嘅话，个数，好个做数在身呢，跳过去，好，慢慢的过来。过来中间，好，更加往右边的哦，好，慢慢的下去，好，瞄到天来，好，看个上面，看个数，可以放个数，好，过来一片。用个脚，好，慢慢的过来，好，再回中间，好，用下来。啊，做唔到嘅人吼，像有嘅人冇辦法，變咧可以瞄一天嚟下，唔怕，有啲方式咯。好，嚟像個數呢，瞄個腳切條好，好多一片就好誒，慢慢的玩，多一片，係安尼先從簡單的開始，哈，可以嘅話，好，你慢慢的下來，好做停留，你感覺講 OK， 還可以再下去，好，瞄個都用個腳木做一片。好，再可以再瞄天奶，做停留，念住我看上面，数再踏出来，好，一样过来，好，慢慢的瞄个脚趾调好，放来时间，好，再过来，好，安尼我甲强松哦，哈，好，安尼来再来一次，再来摆弯片。都用个腳切條做停留，好，慢慢的下去，唔夠做嘅多嘅花，冇辦法你都攰多一片，好，可以嘅人哦，好嚟加強嘅柔軟度，一樣哦，人做喺上面哦，好。来慢慢的瞄天海，可以吧？用过来，把刀脚切条，再鬼脏脏，好，更加开始流汗的哈。好，来，吸气，调气，好，吸气的时间。解咧鼓，吸氣，好，調氣，吸氣，鼓下來，啲人嘅胸口，做一個深呼吸，吼，調氣，吸氣，調氣，再擺吸氣，調氣。好，也通常呢，三角式再安尼再来复习一摆哦，哈，好，来慢慢的吸气，好，安尼做简单的秒动的脚趾条，好，可以发，咱来慢慢的下去，刚刚的柔软度还没làm，好，再下去一些。好，再不用天奶，
做停留。慢慢的扭动的脚趾条，好，再过来，可以哈，再慢慢的弯片，慢慢的下去。好，再做停留下去，你的表头挺来。慢慢的过来，回到中间，数下来，好，更加强吸气，跳起的时间，脚趾跳，好，低脑背，好，做一个弓箭步，做停留。用脚手打出来，好，再过来中间，好，平刚的右脚，好，转过来，好，脚趾条，做一个弓箭步，慢慢的再过来。飞到中间，好，再摆哦，好，脚趾条转过去，好，弓箭步，慢慢的过来，好，转过来，好，弯片，弯个右脚，好，我记得我脚要先转过去。再，你的脚趾条弯过去，好，慢慢的过来，中间，好，更加强两只手吸气，好，跳起的时间，慢慢的在上面，放上去，做一个延展。低后背存身，慢慢的过来，好，倒下来哟。好，可能新的手可以，好，两只手绑住的脚，好，来跳难咯，来通到的脚趾条，做一个停留的动作。慢慢的飞中间，好，尽量的前面再下去，好，慢慢的瞄到另外一片，好，我跳，可能先可以通到脚毛，通到唔怕，唔可以安尼，好，做安尼如何诶？可以呢，好，再来加油一下。好，慢慢的过来，仰背，慢慢的放起来，好，吸气，来呼吸摆，好，顶个左片，弯下来，弯到唔可以弯呢，瞄到天来，好，另外一只手，用个脚方。可以的人，好都可以通，唔可以人怕呢，多一片都可以的，好，看你自己的状况哈，慢慢的飞中间，下去，再弯片。慢慢的飞中间，好，仰背一节一节慢慢的放起来，
今日动作记得了冇？好，明日来做运动哦，同先生。明日做运动，身体那会健康哦。好好运动，张来了。